記1至4章主日學。以斯帖記概述。以斯帖記嘅故事發生喺波斯皇帝宮中，整個故事以猶太女子以斯帖為中心。由於勇敢同埋愛同胞嘅心，意思係以斯帖救咗本國人民脫離咗仇敵嘅殺戮。本書解釋猶大人普珥節嘅歷史同埋背景。本書重要嘅經文係4章14節。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自滅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提要：以斯帖被立為王，哈曼嘅陰謀，哈曼被處決，猶大人擊敗仇敵。時代背景：以斯帖記嘅故事發生喺波斯帝國亞哈隨魯嘅時代，公元前486至464年。當時猶大為波斯帝國所管治，亞哈隨魯由印度直到古實統治127個省，可見波斯當時係一個非常強大嘅帝國。以斯帖記俾我哋生動嘅記載，講到以色列人隱藏嘅神點樣喺受壓制嘅選民分散嘅時候，秘密嘅照顧佢哋；並喺佢受逼迫嘅選民被擄嘅時候，公開嘅拯救佢哋。以斯帖記嘅重點係呢一位揀選亞伯拉罕後裔以色列人再去選民嘅神，喺佢使到佢被擄到外邦列國之後，對佢哋成為咗隱藏嘅神，秘密嘅照顧佢哋，並喺隱密中公開嘅拯救佢哋。第一章擺設好多嘅筵席。以斯帖記1章1至22節。亞哈隨魯作王，從印度直到古實，統管127省。亞哈隨魯王在書珊城的宮登基，在位第3年，為他一切首領臣僕設擺筵席。在波斯和馬代的權貴，就是各省的貴胄與首領，在他面前。他把他榮耀之國的豐富和他美好威嚴的尊貴給他們看了許多日，就是180日。這日子滿了，又為所有住書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苑的園子裏設擺筵席7日。有白色、綠色、藍色的漿子，用細麻繩、紫色繩從銀環內繫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銀的床榻擺在紅白黃黑玉石鋪的石地上，用金器皿賜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顯王的厚誼。喝酒有例，不准勉強人，因王吩咐宮裏的一切臣宰，讓人各隨己意。皇后亞實提在亞哈隨魯王的宮內，也為婦女設擺筵席。第7日，亞哈隨魯王飲酒，心中快樂，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個太監米戶曼、比斯他、哈波拿、比格他、阿拔他、西達、甲加，請皇后亞實提頭戴皇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為她容貌甚美。皇后亞實提卻不肯遵太監所傳的王命而來，所以王甚發怒，心如火燒。那時在王左右常見王面，國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馬代的7個大臣，就是甲士拿、士達、亞瑪他、他斯斯、米力、馬西拿、米慕干，都是達時務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規，辦事必先詢問知例明法的人。王問他們說：皇后亞實提不遵太監所傳的王命，照例應當怎樣辦理呢？米慕干在王和眾首領面前回答說：皇后亞實提這事不但得罪王，並且有害於王各省的臣民，因為皇后這事必傳到眾婦人的耳中，說：亞哈隨魯王吩咐皇后亞實提到王面前，她卻不來，他們就藐視自己的丈夫。
今日波斯和馬代的眾夫人聽見皇后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樣行，從此必大開藐視和憤怒之端。王若以為美，就降旨寫在波斯和馬代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亞實提再到王面前，將他皇后的位分賜給比他還好的人。所降的旨意傳遍通國，所有的婦人無論丈夫貴賤，都必尊敬他。王和眾首領都以米母干的話為美，王就照這例去行。發詔書，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通知各省，使為丈夫的在家中作主，各說本地的方言。馬代同波斯原為同一個民族，係位於底格里斯河以東嘅伊朗高原。馬代居於伊朗高原西北部，而波斯則留守伊朗高原西南部。馬代喺主前612年成功取代咗亞述帝國，波斯只係佢嘅附屬國。第一章經文裏邊，我哋睇到好多筵席，擺設筵席一共出現咗3次，一個為首領臣僕設擺筵席，一個為書珊城大小人物筵席擺喺御花園，一個係皇后喺宮內咧係擺設筵席。與同時期嘅唔信上帝嘅外邦國人一樣咧，亞哈隨魯王係喜歡向外炫耀佢嘅財富同埋權力，有時竟然係會長達180日，即係半年之久。有一個主題叫盛宴，喺舊約嘅預言到新約嘅見證咧，都指出福音嘅一個事實，即完全嘅救贖將以盛大嘅宴會作為最高峰。因此歡慶情節，絕非耶穌講故事所採用嘅誇飾法，而係聖經首尾一致嘅訊息。以賽亞先知預言，將來某日，上帝將在錫安山設置盛宴，款待嚟自萬國嘅得救子民，抹去眾人嘅眼淚，除去羞辱同埋死亡。以賽亞書25章6至9節。使徒約翰指出，當耶穌完全拯救佢嘅教會，所有得救者將受邀出席盛大婚宴，連天使都對呢個係特別強調，這是真實可信的話。啟示錄19章7至9節。事實上，耶穌喺講解上帝國嘅時候，多次提及世界各地嘅人將前嚟與以色列先祖一起享受上帝國筵席，反倒嗰啲自認係亞伯拉罕子孫嘅人，卻無緣享受呢個嘅福分。我哋翻返去今日經文。當王好高興嘅時候，佢下令太監請皇后出嚟，讓賓客可以觀看皇后嘅美貌。皇后拒絕咗。有啲書描述王嘅要求係包括皇后嘅裸露，因此皇后不從。但從字面我哋唔知道王命令嘅細節，只知道要頭戴皇后嘅冠冕。但係無論有冇裸露嘅要求，皇后被王係睇作係附屬品。佢要咩時候展示都要順從。王大怒同埋廢后成為咗後來以色列得幫助隱伏性嘅起點。一位猶太處女出現，最終佢成為咗波斯皇后，而喺拯救以色列子民免遭殺害。亞哈隨魯王下令通國尋找美貌嘅處女。第2章開始時，王嘅侍從提議，王可以派官喺各省招聚美貌嘅處女到書珊城。王所喜愛嘅女子可以立為皇后，代替亞實提。王以這事為美，就如此行。以斯帖記2章4節。第2章，以斯帖被立為后。以斯帖記2章1至23節。這是以後亞哈隨魯王的憤怒止息，就想念亞實提和他所行的，並怎樣降旨辦他。於是王的使臣對王說：不如為王尋找美貌的處女。王可以派官在國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處女到書珊城的女院，交給掌管女子的太監希該，給他們當用的香品。王所喜愛的女子可以立為皇后，代替亞實提。王以這事為美，就如此行。書珊城有一個猶大人名叫末底改，是便雅憫人基士的曾孫，示每的孫子，艾爾的兒子。
從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將猶大王耶哥尼亞又名約雅斤和百姓從耶路撒冷擄去，末底改也在其內。末底改撫養他叔叔的女兒哈大沙，因為他沒有父母，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末底改就收她為自己的女兒。王的諭旨傳出，就招聚許多女子在書珊城，交給掌管女子的希該。以斯帖也送入王宮，交付希該。希該喜悅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給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當得的份，又派所當得的7個宮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宮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將籍貫宗族告訴人，因為末底改囑咐他不可叫人知道。末底改天天在女院前面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並後事如何。眾女子照例先潔淨身體12個月，6個月用沒藥油，6個月用香料和潔身之物，滿了日期，然後挨次進去見亞哈隨魯王。女子進去見王是這樣：從女院到王宮的時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給他。晚上進去，次日回到女子第2院，交給掌管妃嬪的太監沙甲。除非王喜愛他，再提名召他，就不再進去見王。末底改叔叔亞比孩的女兒，就是末底改收為自己女兒的以斯帖，按次序當進去見王的時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監希該所派定給他的，他別無所求。凡看見以斯帖的，都喜悅他。亞哈隨魯王第7年10月，就是提別月，以斯帖被引入宮見王。王愛以斯帖過於愛眾女，他在王前蒙寵愛比眾處女更甚。王就把皇后的冠冕戴在他頭上，立他為皇后，代替瓦實提。王因以斯帖的緣故，給眾首領和臣僕設擺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稅，並召王的後裔大頒賞賜。第2次招聚處理的時候，末底改在朝門。以斯帖照着末底改所囑咐的，還沒有將籍貫宗族告訴人，因為以斯帖遵末底改的命，如撫養他的時候一樣。當那時候，末底改坐在朝門，王的太監中有2個守門的，薛探和提列，怒恨亞哈隨魯王，想要下手害他。末底改知道了，就告訴皇后以斯帖。以斯帖奉末底改的命報告於王，考察這事，果實是實，就把2人掛在木頭上，將這事在王面前寫於歷史上。第2章出現一位好重要嘅聖經人物，末底改係便雅憫支派嘅人，以色列12支派嘅頭就喺呢一度。以斯帖同亞哈隨魯王嘅事發生喺公元前483年。亞哈隨魯王管轄嘅版圖遼闊，係當時世界第1大國。波斯帝國覆蓋現今土耳其以及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約旦、黎巴嫩同埋以色列。佢仲概括咗今日嘅埃及、蘇丹、利比亞同埋沙特阿拉伯嘅部分地區。2章7節，這女子又容貌俊美，以斯帖得希該嘅喜悅，希該急忙俾佢香品同埋佢當得嘅份，又派7個宮女侍候以斯帖，仲俾佢個宮女住女院上好嘅房間。以斯帖入宮嘅事情非常順利，唔能夠唔話係有神嘅工作。消滅猶大人嘅計劃第3章，這是以後亞哈隨魯王抬舉亞甲族哈米大的兒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過與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門的一切臣僕都跪拜哈曼，因為王如此吩咐，唯獨末底改不跪不拜。在朝門的臣僕問末底改說：你為何違背王的命令呢？他們天天勸他，他還是不聽。他們就告訴哈曼，要看末底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經告訴他們自己是猶大人。哈曼見末底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氣填胸。他們已將末底改的本族告訴哈曼，他以為下手害末底改一人是小事，
就要滅絕亞哈隨魯王通國所有的猶大人，就是末底改的本族。亞哈隨魯王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月祭普珥，就是祭籤，要定何月何日為吉，擇定了12月，就是亞達月。哈曼對亞哈隨魯王說：有一種民散居在王國各省的民中，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們於王無益。王若以為美，請下旨意滅絕他們，我就捐1萬他連得銀子，交給掌管國奴的人，納入王的府庫。於是王從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給猶大人的仇敵亞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王對哈曼說：這銀子仍賜給你，這民也交給你，你可以隨意待他們。正月13日，就召了王的書記來，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亞哈隨魯王的名寫旨意，傳與總督和各省的省長，並各族的首領，又用王的戒指蓋印，交給驛卒傳到王的各省，吩咐將猶大人無論老少婦女孩子，在一日之間12月，就是亞達月13日，全然剪除、殺戮、滅絕，並奪他們的財為掠物。抄錄這旨意，頒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們預備等候那日。驛卒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傳遍書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飲酒，書珊城的民卻都慌亂。亞甲，亞瑪力人嘅王，亞甲亦都可能係王者嘅稱呼，即係好似埃及嘅法老咁。巴蘭曾經預言以色列人之王必超過亞甲。亞甲一名係亞瑪力人王嘅通稱，係掃羅時代以色列人嘅死敵。喺撒母耳記上15章2節，耶和華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要監懲。喺出埃及記17章8至16節描述以色列人同亞瑪力人爭戰，摩西手裏邊拿住神嘅杖站喺山頂上，約書亞同埋選出嚟嘅人同亞瑪力人爭戰。約書亞爭戰嘅時候，摩西就禱告。約書亞擊敗亞瑪力人之後，神宣告要世世代代與亞瑪力人爭戰。呢個顯示神將亞瑪力人所引起嘅攔阻睇係嚴重嘅。喺撒上15章2節嘅時候，神宣告話：因着亞瑪力人咁樣去待以色列人，神必要監懲亞瑪力。點解只有末底改唔跪拜哈曼呢？末底改係猶大族，亦都係信奉到一個真神。十誡當中係講明唔可以有別嘅神，佢亦都唔會跪拜人，即使係好有權力嘅哈曼。猶太通常係指猶太人或者係猶太民族，而猶大喺聖經中就只係某個具體嘅個體或者地域。呢兩者之間嘅區別唔只係在於名稱本身，更係在於佢哋所代表嘅歷史、文化同埋信仰嘅豐富性同埋複雜性。猶太人作為一個歷史悠久嘅民族群體，佢嘅根源去追溯到數千年前，佢曾經係古代以色列嘅子民，傳承住悠久嘅宗教文化同埋傳統。人類歷史從來都唔缺乏人為自己安排得尊榮，或者將榮耀歸俾睇嚟有成就嘅人，而冇將榮耀係歸俾神。係讓我想起尼布甲尼撒王，佢為自己做像，要求人民跪拜。記得同我施浸嘅譚牧師，佢曾經講過：唔好奪取神嘅榮耀。凡自高嘅必降為卑，自卑嘅必升為高。佢以為下手害末底改係一件小事，呢節經文好震撼。猶大人嘅神係創造宇宙萬物嘅獨一真神，猶大人係耶和華上帝所揀選。今日我哋基督徒亦都要確信主係我哋嘅幫助。如果有人要害你，亦都唔係一件小事。亞哈隨魯王12年，即主前474年，呢個時候以斯帖為後已經係5年。12年正月，以斯帖冊立為後4年多之後，普珥一個亞述文字意思係簽。網上嘅資料，普珥節呢個節期係嚟自以斯帖記，而唔係
摩西五經係猶太人紀念同慶祝嘅民族喺古代波斯帝國嘅時候，從一場險被滅族嘅災難當中轉危為安嘅奇妙經歷。要明白呢個經歷背後嘅屬靈意義，就要先從普爾呢一個嘅詞講起。普爾 Purim 命名呢個節期實在係有啲深意。普爾呢個原文係亞甲文 Pur， 意思係抽籤。抽籤呢個習俗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時期。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曾記載波斯人有抽籤活動，話波斯人視抽籤呢個結果為偶然，唔涉及神聖嘅旨意嘅。哈曼好迷信，佢祭籤求問吉時，要決定對付猶大人嘅日期去祭籤就係揀咗12月，即係2、3月間。唔單止讓哈曼有足夠嘅時間去準備，而且神更加超越嘅旨意之下，讓猶大人有時間阻止哈曼嘅計劃。12月13日係猶大族別設計嘅滅族日。第3章有好大嘅張力，因為亞甲族嘅人同猶大人係世仇，哈曼甚至要捐錢俾王，務要消滅男女老少嘅猶大人。第4章披麻蒙灰，末底改知道所做的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塵，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門前，停住腳步，因為穿麻衣的不可進朝門。王的諭旨所到的各省各處，猶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宮女和太監來把這事告訴以斯帖，他甚是憂愁。就送衣服給末底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卻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侍候他的一個太監，名叫哈他革召來，吩咐他去見末底改，要知道這是什麼事，是什麼緣故。於是哈他革出到朝門前的寬闊處見末底改。末底改將自己所遇的事，並哈曼為滅絕猶大人應許捐入王庫的銀數都告訴了他，又將所抄寫傳遍書珊城要滅絕猶大人的旨意交給哈他革，要給以斯帖看，又要給他説明，並囑咐他進去見王，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懇切祈求。哈他革回來，將末底改的話告訴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革去見末底改，說：王的一切臣僕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個定例，有不蒙召擅入內院見王的，無論男女，必被治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現在我沒有蒙召進去見王已經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這話告訴末底改。末底改託人回覆以斯帖說：你莫想在王宮裏強過一切猶大人，得免這禍。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滅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的機會嗎？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說：你當去招聚書珊城所有的猶大人，為我禁食3晝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為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吧。於是末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末底改為王嘅下令好悲痛，披麻衣喺王宮門口。末底改請人話俾以斯帖知，但王已經係30日冇召見佢。如果佢貿然見王，而王冇伸出金杖呢，佢可能係被處死。但養父末底改就提醒佢：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係為今天嘅機會。以斯帖進入深層次嘅侍奉，禁食、祈禱，然後進去見王。死就死吧嘅服侍見證，死就死吧嘅信心往前走。弟兄姊妹，今日神俾你乜嘢嘅位份同點樣機會嚟服侍呢個世代呢？曾經歷死蔭幽谷嘅弟兄姊妹，一齊見證苦難係化咗妝嘅祝福。結論，我哋喺危機當中都會希望神出手幫助。
但事發當下係睇唔明，回頭睇先明白神係點樣介入、點樣佈局。以斯帖抱住死就死吧嘅信心，走上未知嘅路。到最後，我哋知道整個民族同佢自己係被救，主名得榮。感謝主俾我哋以斯帖嘅經文，感謝嗰位似乎係隱藏又真實會喺我哋當中嘅救主基督耶穌。